精神啲，臨時演員都係演員嚟。喂，阿強，上一係咪又翻煲？逃學威龍，好似睇極都唔厭，但係點解仲係覺得嗰個味道變咗 ？Yeah，又播又賭聲開始，細個睇佢笑到痛，嗰陣嘅聲兒好似我哋身邊平凡嘅老友記一夢。佢我係個小人物，面皮厚過化水泥，喺公共冇證掙扎生存嗰種草根味係幾咁犀利。以前嘅笑係角色靈魂，由內散發出嚟，唔使做表情包，一個眼神已經過癮到飛起。擘大個句。羅家英嗰個 Only You 係香港嗰個年代先會生出嚟嘅給你絕句，但係轉個彎北上發展，市場變大，技術變精，但係戲裡面嘅靈魂好似越嚟越淡，越來越稀。以前係人帶動氣，出一係概念寫入去戲，角色變咗似兩服務機般冇咗嗰種最真摯嘅戲。星爺你話點解嗰種尖銳去咗邊界？以前你笑權威，笑去社會，笑嗰種嘅體制，而家講環保，講夢想，講啲普世價值嘅飄端，反而令我最懷念嗰種冒犯，嗰種事情嘅片段。廣東話變成普通話，節奏好似差咗少少，各種相關，各種操作，失去咗靈魂嘅味道。我見到是一代演員努力模仿你嘅步調，但無動仲規模仿見唔出嗰種痛到想笑嘅落魄感。關鍵嘅分別係你選擇企喺鏡頭之後，以前嘅周星馳係你嘅臉，係你嗰種尷尬嘅忍受，你嘅停頓，你嘅自尊受傷喺劇本寫唔出嘅神韻，而家揾人做你嘢，一模仿你家空調做你嘅表情，話要傳承。喂，有啲嘢係模仿唔到，係吉之裡面嘅氣場，你個樣本身就係着重哲學，係一種失敗者嘅光芒，冇咗你親自上陣，好似食穩雲吞麵，少咗個轉轉水香。雖然滿面係靚咗大咗，但係好似差咗嗰種街坊嘅心腸。其實你係得得唔好，係時代同環境逼你變咗，但我仲係會翻煲，因為嗰個屬於香港嘅聲氣已經深深刻入我哋呢代人成長嘅血脈入面。即使北上，即使變咗，你依然係我哋心中講咗下先問，都係喜劇之王嘅阿星。你話點解嗰種尖銳去咗邊界？以前你笑權威，笑黑社會，笑嗰種勢利嘅體制，而家講環保，講夢想，講啲普世價值嘅橋段，反而令我最懷念嗰種冒犯，嗰種事情嘅批判。其實我係一個演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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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經典笑聲突然，經典笑聲突然。其實我係一個演員嚟嘅。